Hi， 我係阿仔。英超第16週賽事，車仔2-0贏愛華頓。愛華頓輸波，好大程度因為呢期狀態火熱嘅荷爾早喺16分鐘就傷出，結果爬馬 FC 嘅爬馬喺呢場波終於入翻波啦。上半場佢先開紀錄，完半場前古道斯接應尼圖嘅傳送拉開到2-0，而另一焦點係加拿祖，佢踢得65分鐘，但就將3個應該必入嘅波炒晒，空門唔中籠，單刀炒飛機呢啲基本啦。講真，如果佢把握力係咁好嘅話，我哋仲會唔會賣俾你啊？愛華頓又唔係冇反撲嘅，可惜全部都把握唔到，包括接應傳中，籠都傳穿埋，但係最後仲俾個波通埋自己坑渠嘅巴利，佢上場開齋懷疑都係符碌。利記2-0贏白卡頓。賽前焦點一定係沙大哥啦，史諾又話同佢傾完冇晒事。開波1分鐘，伊基迪基把握對手回傳失誤，先開紀錄。唔知高美斯係咪想做和事佬？26分鐘就傷出，換入咗沙大哥。呢場波證明說佢真係好合理，啲交波同埋射門真係水準之下。但偏偏60分鐘，沙大哥角球傳俾伊基迪基頂入，贏到2球。如果唔係白卡頓啲球員唔生性，利記班後防送咁多禮，一球都入唔到，勁唔俾面。般尼2-3輸俾富林。上次講完富林，佢每場波都要適應對手，呢場波對尾二嘅般尼都一樣。9分鐘，史密夫路維先開紀錄之後，又開始唔識踢。般尼嘅烏高卓古21分鐘追平，富林後衛巴斯31分鐘頭槌頂入，再領先1-2。但下半場又走晒樣，俾般尼攞翻個主導權。好在 Wilson 58分鐘射入領先到1-3。不過完場前4分鐘，般尼嘅閘位球員桑尼射入2-3，較接近紀錄，不過都係為時已晚，般尼已經7連敗。阿記2-1贏狼隊，成場波都係話阿記踢得差，從來冇人讚過狼隊踢得好。第一對第尾以為大炒，點知俾狼隊守到70分鐘先輸第一球，又係角球，沙卡直射彈中門柱，再彈中龍門，莊士敦彈入。阿記都估唔到自己淨係領先1球，最後10分鐘仲要俾狼隊撳住嚟打，控球率仲去到37分。結果90分鐘俾艾洛高達尼頂入追和，可惜補時嘅時候尾段俾沙卡傳中。狼隊嘅莫斯基拉壓到耶穌頂入自己龍門，唔能夠終止9連敗。阿記繼續留喺榜首。水晶宮0-3輸俾曼城，呢場報仇之戰，曼城可以話踢得算輕鬆。總之你唔係踢決賽，曼城就會踢翻好正常嘅足球。臨完上半場，夏倫話俾你聽，你睇少佢1秒鐘，佢都可以入波。接應紐尼斯嘅傳中，無人看管下頂入，領先0-1。下半場曼城太子又再喺禁區外射入，拉開到0-2。尾段入替嘅沙維奧中場搶到波，單人匹馬帶到入禁區，俾軒達臣拍跌，被罰12碼。夏倫埋齋射入0-3完場。森林3-0大勝熱刺。就咁睇呢場波，你係唔會明白點解森林仲係喺第16位。後防嘅搶截，前場嘅逼搶，令到熱刺幾乎完全冇機會。森林嘅新加尼把握到熱刺格雷嘅失誤，回傳俾奧道爾射入，領先1-0。下半場50分鐘，奧道爾喺 K 角位似傳波嘅射門，直接彎死角入網，領先到2-0。而做咗2次助攻嘅新加尼，今次就接應翻奧道爾嘅傳送，禁區外勁射入網，大勝熱刺3-0。新特蘭1-0贏紐卡素，呢場 Tyne-Wear Derby 保持住傳統本身嗰種唔係你死就係我亡嘅味道，雙方肉緊程度真係十分高漲。結果呢場波下半場開波1分鐘，由卡素前鋒和特美迪頂入自己龍門，1-0完結呢場打比。成場波雙方埋門唔係多，精彩畫面唔多，但火藥味真係好重，兩隊落腳都好狠，埋身逼波一啲都冇就住，好有80-90年代嗰種英式足球嘅味道。新特蘭呢場戰意都唔使懷疑，全場緊逼真係做足90分鐘冇停過。而你想知道新特蘭有幾唔中意卡素，個分牌就已經話到俾你聽。西咸2-3輸俾亞士，一心要離開降班區嘅西咸呢場波其實踢得幾好，開波1分鐘就逼到亞士失誤，由 M 費南迪斯先開紀錄。不過8分鐘之後，屈堅斯力壓馬夫洛柏路斯令到佢頂入自己龍門，但保雲喺24分鐘把握住對手守衛走唔切出嚟，爆咗越位，令佢門前改變樸斯嘅射門，再度領先。下半場西咸嘅陋習又再出現，防守球員乜人真心差，羅渣士喺50同埋79分鐘梅開2度，令到亞士反超前。紐勞如果真係想帶隊離開降班區，真係要快啲去解決呢一個防守嘅問題。亞士聯賽6連勝，下場主場對我哋曼聯。
賓仔1-1打和列斯。列斯呢場波其實打得幾好，但偏偏就俾佐敦軒達臣喺70分鐘打開缺口，射入加盟後嘅第一球領先，令到列斯之後要再加強攻勢，最終俾干諾圖喺82分鐘斬個靚波俾卡法路雲頂入，近4場波3入球1助攻。曼聯4-4和般茅。曼聯頭30分鐘嘅表現可以話震驚球迷，快速嘅前場逼搶，左右兩邊傳中入攝全部都做晒出嚟，13分鐘就領先，但係就入極都入唔到第2球。般茅重整翻戰術，即刻收到成效。斯曼尤喺40分鐘中場截到波之後，一路推入禁區射入埋追平。但曼聯近排死球係有一手就係人都知，上半場補時就俾卡斯米路喺遠處頂入角球，反先2-1完半場。但曼聯好似唔係好識寫其他劇本咁，下半場出場35秒就後防大意俾艾雲利臣射入追平。6分鐘之後，卡斯為咗唔俾查維利亞推入禁區，就從後踢跌佢，攞到今季第5張黃牌。下場對亞士要停賽，最慘嘅係呢個罰球俾查維利亞直接射入埋，又好似對森林咁。下半場6分鐘嘅連失2球，到70分鐘，賽前被爆練習4-3-3陣式嘅佢哋換人之後真係擺出4-3-3，不過隊長班奴話我哋死球真係得㗎。77分鐘到佢直接射入罰球追成平手，2分鐘後估下把握對手後防失誤射入反超前4-3，不過5分鐘後阿密回防追波想督走對方個腳下球，但唔覺意傳咗個靚波俾高洛比，佢輕鬆射入追平4-4。尾段唔係羅記救咗幾球必入波，可能1分都冇埋，但我對呢場波嘅執法球證極度不滿，都未計勁多次喺般茅禁區入邊有疑似手球嗰啲12碼冇判，斯曼尤嗰一下箍頸一定直紅啦。之前卡斯同樣動作，佢仲停賽咗3場，搞到曼聯主場又再失咗2分。以下就係英超第16周嘅賽果。聯賽榜方面開始分開咗3段，榜尾組狼隊依然未贏過波，般尼亦都已經7連敗，西咸都唔好得去邊，和下輸下留咗喺尾3，想逃離降班區睇嚟有少少難度。森林大炒咗熱刺之後攞到18分，暫時遠離咗降班區少少，而中下游球隊得富林贏到波，所以排名上冇太大分別，但係中游由4到15名只係爭8分，而爭標組前3嘅球隊一齊贏波，保持住3分嘅距離。睇嚟下一段好快就會分埋歐戰組出嚟，尤其係非洲杯呢段期間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。第17周嘅聯賽會喺嚟緊週末舉行，所有參加非洲杯嘅球員已經全部離隊，究竟邊支球隊會最受影響呢？焦點賽事會喺星期日嘅獨腳戲，亞視主場對住曼聯，亞視可唔可以用聯賽7連勝去繼續追趕榜首嘅阿仙奴呢？而曼聯方面冇咗成條右路嘅主力，會唔會真係成隊走晒樣呢？呢場波自有分曉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對於今周曼聯場入球數有咩睇法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，我哋下集見，拜。